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9月24，咱要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6章18节到20节。着拒绝淫乱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拢无影响家己的身躯。不过淫乱是犯罪，害着家己的身躯。敢知恁的身躯是圣神的殿，这位圣神踮伫恁内面，是恁对上帝领受的。恁毋是属家己，是属上帝，因为恁是伊付出代价买来的，所以就用恁的身躯荣耀上帝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劝勉，爱因着拒绝淫乱，无亲像当时伫罗马帝国中间济人伫遐所犯的罪，就是甲庙基来交合。这个淫乱有时嘛毋是敢若指身躯的淫乱，是咧指咱伫信仰顶头会无忠实。咱有时伫咱的信仰以外，也是伫民间的风俗，想要得到帮赞，也是得到利益。总是袂记哩，咱的主是咱唯一的倚靠。所以，当咱若去挑找民间的信仰，也是风俗，正做咱的帮赞的事，就亲像犯淫乱共款，对咱的上帝无忠实，这嘛是咱的主所无欢喜的。求主帮助咱，互咱知影，咱的身躯是圣神的殿，咱是用上帝用重价所赎回，互咱伫所行所做，通荣光伊的名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